緊啦，假期期間啦，會唔會有啲咩 plan 咧？有冇放下假去旅行啊？其實我都已經放咗一段時間，係啊，咁嚟緊都係放假咯，可以話咧去出去 holiday 啊，或者話喺香港可以多啲嘅 Christmas 已經喺度 plan 緊啲聖誕 party 啊，同埋因為今個月生日啊嘛，所以基本上係由上個月嘅月底已經開始喺度慶祝緊個生日。咁即係你除咗係準備緊送禮物俾人嘅呢期咧，都好忙收緊禮物添喎。係啊，